这路年冬，这路接这他那多这讲，滚的就算把全部抽个，贵冲个这个个段。西元2010年，至正第434长拉鲁伯节生日大会。谢谢你给众生的净土，让众生得解脱。阿弥陀佛，谢谢你给众生的希望，让众生不彷徨。感应我愿意献出一生弘扬佛法，这条路一直往前去。感恩您，我愿意献出一生普度众生，生生世世走下去。阿弥陀佛，阿弥陀佛，我会生生世世追随你。阿弥陀佛，阿弥陀佛，我会不断念下去。谢谢你给众生的净土，让众生的解脱。阿弥陀佛，谢谢你给众生的希望，让众生不彷徨。感应我愿意献出一生弘扬佛法，这条路一直往前去。感恩您，我愿意献出一生普度众生，生生世世走下去。阿弥陀佛，阿弥陀佛，我会生生世世追随你。阿弥陀佛，阿弥陀佛，我会不断念下去。感恩您，我愿意献出一生弘扬佛法，这条路一直往前去。感恩您，我愿意献出一生普度众生，生生世世走下去。阿弥陀佛，阿弥陀佛，我会生生世世追随你。阿弥陀佛，阿弥陀佛，我会不断念下去。阿弥陀佛，阿弥陀佛。
谢谢你给众生的净土，让众生的解脱。阿弥陀佛，谢谢你给众生的希望，让众生不彷徨。谢谢大家，谢谢，感谢。我愿意献出一生弘扬佛法，这条路一直往前去。感恩你，我愿意献出一生普度众生，生生世世走。